6月初8，这是民国5年，当时日本时代叫日本大正5年，90当前，出世伫咱台南市的柳营区。朴实安静的三合院，点点坐点柳营的庄脚，这是当代台语歌曲创作人吴振怀的故厝。讲起吴振怀，你对伊的姓名可能真清楚，但是伊的歌曲你听就熟。真有日本味的关仔岭奇缘，就是吴振怀的代表作品。伊的表演捌伫日本佮台湾四行过，甚至指导过郭金发、黄以玲、洪英红。万南风格开阔的三合院，说明吴家伫柳营的地位。吴振怀出世伫地主家族，伫迄个大家拢甲医生当作是人生梦想的时代，吴振怀小小年纪，却想要到日本学音乐。伫1928年某一日，砸300块坐船去日本。无人看好伊的音乐这条路，但是吴振怀无放弃，伊继续伫日本来学音乐。嘛开始感受唱起来滋味。台湾的庄脚囡仔，徛起哩日本的大舞台。1956年。一首搁一首日本歌曲，配合台语歌词的音乐，偷偷伫台湾流行起来。但是也是伫咧迄时阵，吴振怀母亲过身去。对伊的家乡，伊感觉清楚，但是有较济是怀念。所以开始创作一首搁一首唱词的歌曲。在伊的人生中，音乐是伊的寄托，伊的性命，嘛是伊留予台湾这片土地永远的纪念。